大家好，我係玲姐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個香港嘅粉絲喺觀山水嘅單位。從空蕩蕩個鋼筋水泥嘅毛坯房搭建起你想要嘅屋企，所有嘅軟裝硬裝都係我親力親為。雖然攰，但係一切都係值得嘅。無雜亂嘅堆積，柔和嘅光線同簡約嘅家私，每一個地方都透住鬆弛感。喺呢度，我唔需要迎合人哋嘅意見同眼光，靜靜咁享受屬於自己嘅時刻。如果你都有裝修嘅打算，可以喺留言區留言點讚或者 PM 我。